平時大家去旅行，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泰國或者日本，但其實喺我哋附近有一個地方近年成為咗旅遊熱點。不過喺佢表面好熱鬧、嘢食好食嘅背後，竟然隱藏住一啲連當地人都未必敢隨便提起嘅驚人真相。有啲嘢你唔知，真係會隨時踩雷。特別係我今日要講嘅第一件事，千祈唔好因為貪玩或者好奇去試，因為分分鐘會要咗你條命。講緊嘅就係越南。好多人去到越南，見到啲街邊好似好有特色嘅地道體驗，或者係一啲神秘嘅古舊建築，就會好興奮咁衝過去。但我話你知，喺越南嘅某啲偏遠山區或者係舊時嘅戰場遺址，有種叫尋金或者探險嘅活動。你以為真係好似冒險電影咁好玩？當地其實仲流傳住大量當年戰爭時期未引爆嘅炸彈同地雷。根據統計，由上個世紀70年代到今時今日，已經有超過4萬人因為無意中踩到或者掘到呢啲未爆彈而冇咗條命，受傷嘅人更加係不計其數。最恐怖嘅係，有好多無良嘅黑心導遊或者當地人為咗賺旅客錢，會帶你去一啲所謂嘅秘境，同你講話嗰度好安全、好刺激。你如果傻乎乎跟住去，行錯一步，腳下踩住嘅就係分分鐘將你炸到粉身碎骨嘅盲公彈。所以去到越南，見到啲寫住警告字句嘅地方，或者啲冇開發嘅山路，真係唔好手痕腳痕。生命得一次，好奇心真係會害死貓。除咗呢個隨時攞命嘅陷阱之外，講到越南，好多人一定會聯想到一個喺亞洲地區流傳咗幾十年嘅話題，就係越南新娘。大家平時喺網上或者街邊嘅小廣告，可能都見過幾萬蚊包娶越南新娘，話一不二，保證處女，呢啲極度冒險同埋充滿歧視成分嘅字眼。你以為呢個只係普通嘅買賣婚姻或者跨國婚姻介紹？今日我就同大家踢爆呢個跨境新娘買賣嘅恐怖黑幕。其實喺呢個產業鏈背後，隱藏住一個好龐大、好血腥嘅人口販賣網絡。好多嚟自越南北部或者偏遠農村嘅女仔，可能今年先得嗰10幾歲，甚至啱啱成年，即係18、19歲咁上下。佢哋因為屋企實在太過窮，連開飯都成問題，就俾啲同鄉或者黑心大媽話帶佢哋去大城市或者外地打工，話可以賺大錢寄返屋企。點知一上咗車，就直接俾人塞入私家車或者偷渡船，賣咗去外地。呢啲女仔去到人生路不熟嘅地方，連一句當地話都唔識聽，唔識講，護照同身份證明文件一早俾人沒收晒。佢哋會好似商品咁，俾一班可能大佢哋30年、40年，甚至50多年嘅阿叔、老伯伯排隊挑選。最慘嘅係，有啲女仔如果唔肯聽話，或者嘗試逃跑，迎接佢哋嘅就係一頓毒打、禁錮，甚至更加殘忍嘅對待。呢種根本唔係咩跨國良緣，而係徹頭徹尾嘅現代奴隸制。而更令人心寒嘅係，呢個黑幕近年仲演變成一條龍服務，有啲不法分子甚至連當地嘅醫院同官員都買通埋，偽造假嘅結婚證明同出生證明。好多人以為自己俾咗幾萬、10幾萬港紙就可以開開心心娶個溫柔體貼嘅老婆返屋企，結果分分鐘係買咗個俾人拐帶過嚟嘅受害者。到最後，可能個女仔頂唔順走佬，或者執法人員一查之下，你唔單止人財兩空，仲可能要孭上買賣人口嘅刑事罪名，成世人就咁玩完。不過越南嘅神秘同恐怖又點止呢啲人為嘅黑暗面？喺越南南部有一個叫巴地頭頓或者近郊嘅一個小村落，竟然隱藏住一個連科學家、遺傳學家到今時今日都解釋唔到嘅世紀之謎，就係全球雙胞胎出生率最高嘅奇特現象。平時我哋喺香港行街見到一對雙胞胎，即係孿生兄弟或者孿生姊妹，都會覺得好罕見、好得意，因為喺醫學上，自然懷孕生雙胞胎嘅概率其實得大概1%左右。但係喺越南呢個奇特嘅村落入面，成個村得嗰幾百戶人家，竟然有超過50對以上嘅雙胞胎，而且呢個數字仲不斷喺度上升緊。無論係一模一樣嘅同卵雙胞胎，定係龍鳳胎，喺呢度好似食生菜咁簡單。呢個現象引起咗全球醫學界同科學界嘅高度關注，好多外國專家特登飛過去住咗幾個月，攞晒當地嘅井水、土壤，甚至村民嘅 DNA 去化驗。一開始有人估係咪因為當地人嘅基因特殊，可能佢哋祖先有某種強大嘅多胎妊娠基因，但係經過對比之後，發現呢度好多村民其實係由其他省份搬過嚟嘅，根本冇血緣關係，但係搬嚟住咗幾年之後，生出嚟嘅一樣係雙胞胎。咁之後，科學家又將焦點放咗喺當地人飲用嘅水源度，懷疑個水質入面含有某種微量元素或者某種天然嘅化學物質，能夠刺激女性排卵。不過化驗結果出嚟，
水質同普通嘅越南農村冇乜兩樣，完全查唔到有任何異常。到最後有一個令所有人都不寒而慄嘅推論浮現咗出嚟。大家知唔知喺當年的越南戰爭期間，美軍為咗應付越共嘅游擊戰，喺越南嘅叢林投下咗大量嘅化學武器，當中最大名鼎鼎，亦都最邪惡嘅就係橙劑。呢種毒性極強嘅落葉劑含有大量嘅二惡英，佢不單止令到成片嘅森林枯死，更加深深咁滲透咗入去越南嘅地下水同土壤入面。雖然戰爭已經過去咗幾十年，但係橙劑帶來嘅後遺症到今時今日都仲摧毀緊越南嘅下一代。好多受橙劑污染地區生出嚟嘅 BB 會出現嚴重嘅畸形、冇手冇腳或者係連體嬰。科學家就懷疑呢個村落之所以雙胞胎出生率高得咁唔尋常，好可能根本唔係咩天賜嘅福氣，而係當年橙劑殘留嘅毒素，導致當地女性嘅生殖系統同基因發生咗某種不可逆轉嘅恐怖變異。你以為嘅奇蹟，背後可能係一場延續咗幾十年嘅化學災難，真係聽落都覺得好心酸同恐怖。講開越南嘅土地同戰爭歷史，其實呢個國家嘅地下仲有一個龐大到令人無法想象嘅世界，就係古芝地道。好多去胡志明市旅遊嘅人都會去呢個景點打卡，跟住導遊爬下其中一段好短，已經為咗遊客而擴建咗嘅地道。但你知唔知，成個古芝地道網絡喺全盛時期總長度超過250公里，入面好似個巨型嘅地下迷宮咁，唔單止有指揮部、廚房、宿舍，甚至連醫院同兵工廠都有。喺當年打仗嘅時候，成千上萬嘅越南士兵同村民就係長期生活喺呢個暗無天日嘅地下世界。遊客去到可能覺得好神奇，好佩服人類嘅智慧，但如果真正了解過當時歷史嘅人，就會知道入面其實陰氣重到不得了。當年喺呢啲窄到連轉身都難嘅地道入面，因為通風極差，溫度經常高達40度以上，入面充斥住汗臭、死屍腐爛嘅氣味，仲有各種老鼠、蜈蚣、毒蛇同吸血嘅水蛭。好多士兵未被美軍炸死，就已經因為感染咗瘧疾或者其他怪病，默默咁死咗喺地道嘅某個角落。而且美軍當年為咗破壞呢啲地道，派出咗一班叫地道老鼠嘅特種部隊，攞住手槍同電筒爬入去同越共肉搏，又或者直接倒化學毒氣灌水入去。你可以想象一下，喺一個完全黑暗冇退路嘅地下，幾米深嘅泥坑入面，兩幫人好似野獸咁，用刀用手互相廝殺，鮮血染紅晒成條地道。好多美軍同越共嘅屍體到今日都仲埋喺未被開發嘅地道深處。所以有啲直覺比較靈敏或者有陰陽眼嘅朋友去到古芝地道，都會頂唔順嗰種莫名其妙嘅壓迫感同寒意，甚至會聽到一啲微弱嘅慘叫聲或者指甲鑿泥牆嘅聲。呢度根本就係一個巨大嘅地下萬人冢。除咗地下嘅恐怖，越南嘅海域同樣充滿咗神秘嘅色彩，特別係大家都好熟悉嘅旅遊勝地下龍灣。下龍灣因為風景好靚，一粒粒好似盤景咁嘅奇峰，異石林立喺海面上，所以有海上桂林嘅美譽。但係喺越南嘅民間傳說同埋一啲老一輩漁民嘅口中，下龍灣之所以叫下龍，係因為古時候有條神龍由天上面降落嚟，噴出無數嘅翡翠同條巨尾一掃，先至形成咗呢啲島嶼嚟阻擋外敵。民間傳說聽落好浪漫，但去到近代，下龍灣卻頻頻傳出目擊海怪嘅傳聞。早喺上個世紀初，即係1890幾年、1900幾年左右，當時統治越南嘅法國殖民政府就有軍艦報告過喺下龍灣海域見到一條長達20幾米、身形好似巨型海蛇、表皮黑沉沉嘅未知生物在海面翻滾。當時好多年輕嘅法國水手都被嚇到精神失常。去到近代，依然有好多當地嘅漁民言之鑿鑿咁話，喺暴風雨前夕嘅深夜，會見到海面上出現一條好似山脊咁大嘅黑影掠過，伴隨住一種好低沉、好似牛鳴咁嘅叫聲，令到周圍嘅魚群瘋狂逃竄。科學家曾經猜測，呢種所謂嘅海怪係咪某種未被發現嘅史前巨型海洋生物，又或者係突變嘅巨型鰻魚？因為下龍灣嘅水底有好多深不見底嘅水下溶洞同暗河，結構極之複雜，人類至今都未能完全探測清楚。邊個知道喺呢啲幾百米深、陽光永遠照唔到嘅水底黑洞入面，到底住咗啲咩？生存咗幾千萬年嘅恐怖怪物。講完水底嘅怪物，我哋再講下越南一個令人毛骨悚然嘅飲食文化。呢個真相對於好多香港人甚至西方遊客嚟講，真係完全接受唔到。大家平時去越南食湯粉，覺得好清新、好健康，但你知唔知越南人對野味同某啲特定食物嘅瘋狂程度係去到一個叫人側目嘅地步？首先就係無鴨蛋，當地人叫屈蛋。
呢種蛋喺香港可能好少見，但在越南係極之普遍嘅街頭補品。佢唔係普通嘅蛋，而係一隻已經受精、孵化到一半，入面個鴨仔已經成型，有齊骨骼、羽毛，甚至連對眼同個嘴都清晰可見嘅鴨條。當地人會將佢煮熟，然後敲開個殼，倒啲汁出嚟飲，再用匙羹將成隻未出世嘅鴨仔吞落肚。據說呢種蛋極之滋補，特別係對男人好。但對於外地人嚟講，一打開個殼，見到一隻有毛有血水嘅死鴨仔條屍，真係會即刻嘔出嚟。更恐怖嘅係，越南係目前世界上少數依然合法而且非常流行食貓肉同狗肉嘅國家。喺越南北部，特別係河內附近，有好多成條街都係賣狗肉同貓肉嘅鋪頭。佢哋將狗肉稱為小老虎，仲認為食貓肉可以帶嚟好運同驅除霉運。最令人髮指嘅係佢哋處理呢啲動物嘅方法。為咗令到啲肉質更加有彈性，更加多汁，好多黑心商人會喺呢啲貓狗仲生性嘅時候，用棍瘋狂毆打佢哋，令到佢哋喺極度恐懼同痛苦之中死去。因為當地有一種迷信，話動物臨死前血液運行得越快，肉就越補。每年有成幾百萬隻貓狗喺越南被殘忍屠殺，當中好多甚至係有主人嘅寵物狗，被偷狗賊用電擊棒直接喺街邊拐走，然後送去屠宰場。當你喺越南嘅街頭享受緊美食嘅時候，可能隔離條巷就傳出緊貓狗臨死前嘅慘叫聲。呢種強烈嘅反差真係令人心寒。除咗飲食上嘅殘忍，越南嘅民間巫術同宗教信仰同樣散發住一種詭異嘅氣息。喺東南亞地區，大家可能聽得最多係泰國嘅降頭或者海降，但其實越南嘅無辜之術同降頭術，其陰狠同恐怖程度絕對不亞於泰國。喺越南南部同一些鄰近柬埔寨嘅邊境地區，流傳住一種歷史悠久嘅神秘巫術，叫做天靈蓋或者養鬼仔。當地有啲為咗追求財富、名利或者想詛咒仇人嘅人，會特登等一啲精通黑巫術嘅法師去幫佢哋做非法嘅法事。呢種黑巫術最邪惡嘅地方係需要用到夭折嘅嬰兒，或者未出世就胎死腹中嘅胎兒條屍。法師會偷入去墳場，或者透過不法渠道買呢啲嬰兒嘅屍體返嚟，然後用特殊嘅藥水同火將佢哋做成乾屍，再將佢哋嘅靈魂困喺一個特製嘅容器或者神像入面。供奉呢啲鬼仔嘅人，每天都要用自己嘅鮮血去餵養佢哋，同佢哋傾偈，求佢哋幫手達成願望。聽講呢種降頭極之靈驗，可以幫你一夜暴富，或者令到你嘅生意對手莫名其妙橫死。但係俗語話得好，請神容易送神難，更何況係請鬼。呢種用血肉供奉出嚟嘅怨靈，反噬嘅力量大到你無法想象。好多供奉者到最後可能因為一時忘記咗餵血，或者做錯咗一小步規矩，就會遭到鬼仔瘋狂嘅報復。有啲人會突然間發狂，自己跳樓自殺；有啲人就會全家生怪病，全身潰爛而死。喺越南，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新聞報道話，喺某某偏僻嘅民居入面，發現一啲全身乾枯、死因極之離奇嘅屍體，周圍擺滿晒神秘嘅符咒同祭品，背後往往就係涉及呢啲邪惡嘅黑巫術。講到離奇嘅死因，越南仲有一個關於大自然嘅恐怖真相，就係佢哋嘅奪命雷暴。大家都知越南屬於熱帶季風氣候，一到夏天就經常有大雨同雷暴。但你可能唔知，越南係全球因遭受雷擊而死亡人數最高嘅國家之一。特別係喺越南嘅一些平原地帶或者農田，一到雷雨季節，個天啲雷就好似裝咗自動導航系統咁，瘋狂咁劈向地面。最令人匪夷所思嘅係，好多被雷劈死嘅人，當時並唔係企喺大樹底或者揸住金屬物品。有好多農民只係好好地喺田度插緊秧或者行緊路，個天明明仲未開始落大雨，只係打咗幾聲沉雷，突然間一條水桶咁粗嘅閃電就會精準咁劈落佢哋個頭度，當場將人燒成黑炭。當地甚至流傳一啲好靈異嘅講法，話呢些地方因為以前死得太多人，怨氣太重，所以聚集咗大量嘅負能量，引嚟天雷去劈呢啲冤魂。不過從科學角度嚟講，主要係因為越南好多農村嘅排水系統同防雷設施做得極之差，加上當地土壤含有大量嘅鐵、錳等金屬礦物質，令到成片大地變成了一個巨大嘅天然導電體。但無論係科學定係迷信，一到夏天喺越南嘅郊外，個天一變色，當地人就會好似逃難咁衝返室內，因為佢哋知道嗰度嘅雷暴真係會隨時攞人命，絕非講笑。除咗天災，越南嘅社會發展背後仲有一個好悲慘嘅社會真相，就係童工問題嘅普遍同黑暗。
雖然近年越南經濟發展得好快，好多外資大品牌都紛紛去嗰度設廠，好似好繁榮咁，但係呢啲光鮮亮麗嘅 GDP 數字背後，係無數基層兒童嘅血汗。喺越南嘅一些偏遠山區，因為教育資源極度缺乏，加上重男輕女嘅傳統觀念根深蒂固，好多女仔甚至男仔去到7、8歲，即係仲讀緊小學嘅年紀，就會被父母逼令退學，送去一啲地下手工藝廠、磚廠或者農場打黑工。呢啲小朋友每天要在充滿粉塵、有害化學物質或者高溫嘅惡劣環境下工作超過12個鐘頭。佢哋冇任何嘅勞工保障，人工低到可能一日得幾蚊港紙，啱啱夠買幾口飯食。最慘嘅係喺一啲地下磚廠，年僅幾歲嘅小朋友要搬運重過自己體重幾倍嘅磚頭，好多人因此搞到脊椎永久畸形，成世都行唔直條路。更黑暗嘅係，有啲不法分子會將呢啲兒童集體運去大城市，逼佢哋喺條街度賣藝、乞錢或者賣私煙。如果一日達唔到指定嘅營業額，返到去就會俾人用皮帶、棍狠狠咁抽打，甚至唔俾飯食。好多外國遊客去到河內或者胡志明市嘅遊客區，見到一啲好得意着住民族服裝嘅小朋友過嚟係你合照或者賣紀念品，你以為佢哋好天真爛漫，其實喺幾百米外嘅暗角，正有一雙雙兇狠嘅眼盯住佢哋。你俾嘅每一分錢，最後都會落入去呢班控制童工嘅黑幫袋度。而呢班小朋友如果賣唔出嘢，迎接佢哋嘅就係噩夢般嘅一夜。呢個繁華背後嘅污點，係越南社會至今都無法抹去嘅痛。最後一件事，亦都係最令國際社會震驚嘅一個未解之謎，就係越南國內某啲特定區域所發生嘅集體歇斯底里，或者叫怪病爆發事件。喺過去嘅20幾年入面，越南嘅一些中學或者工廠頻頻發生一啲完全選唔到原因嘅集體暈倒或者集體發狂事件。最出名嘅一次發生喺一個工業區嘅服裝廠入面，當時係下晝2點幾，一個女工突然間大叫一聲，話見到一個冇面嘅人影喺窗外飄過，跟住佢就全身抽筋，口吐白沫咁暈倒咗。本來以為只係普通嘅中暑或者個別病例，點知喺之後嘅短短半個鐘頭入面，成個車間超過200個女工竟然接二連三咁出現一模一樣嘅症狀，大家瘋狂大叫、喊、全身抽筋，然後一個接一個咁倒地不起。當時成個工廠亂成一團，幾十架救護車進進出出，政府高度緊張，即刻封鎖現場，派出咗化學專家、防疫專家去調查，懷疑係咪工廠有毒氣洩漏或者水源被投毒。但係經過反覆化驗，工廠嘅空氣、水、食物完全冇任何問題。而呢班送入醫院嘅女工喺幾個鐘頭之後就陸陸續續清醒返，身體檢查指標完全正常，連醫生都解釋唔到原因。有人話呢個係因為工作壓力太大導致嘅集體精神性疾病，即係心理因素引發嘅生理反應。但喺當地民間，特別係啲老人家就深信呢啲工廠建地當年可能係戰時嘅亂葬崗，因為近年大興土木動土，驚動咗地底下成千上萬嘅冤魂，所以先至會集體附身或者作祟。呢種科學解釋唔到、迷信又令人毛骨悚然嘅集體怪病，到今日依然好似一個幽靈咁，不定期咁喺越南嘅某個角落上演，成為咗呢個國家最神秘、最令人猜不透嘅驚人真相。聽完呢10個關於越南嘅驚人真相，大家係咪對呢個地方有咗全新嘅認識？由隨時攞命嘅未爆地雷，到殘忍嘅跨國新娘買賣黑幕，再到全球最高雙胞胎出生率背後可能隱藏嘅化學災難，同埋地下迷宮嘅血腥歷史、海怪傳聞，令人側目嘅飲食文化、邪惡嘅黑巫術、致命雷暴、可憐嘅童工問題，以及無法解釋嘅集體怪病，呢個國家絕對唔係你表面睇到嘅咁簡單。下次如果大家真係要去越南旅遊，記得要保持一顆敬畏嘅心，唔好去啲偏僻神秘嘅地方，更加唔好亂試街邊一啲奇奇怪怪嘅嘢，平平安安去，健健康康返嚟先至係最緊要。